一個集團入面有9間公司成為積金好僱主，其中有7間咧更加係連續11年成為全能積金好僱主，實在係非常唔容易啊！積金好僱主，顧好你將來。今日咧就嚟到豐盛機電工程集團有限公司，睇下佢哋到底點解咁犀利。關生你好啊 ，Hello！ 我知道咧，其實工程界，尤其係機電工程界啦，通常都係返6日嘅。咁你哋個安排又係點嘅咧？我哋基本上都係安排返6日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哋聽到啲同事同我哋提出咧，就如果可以返5日咧，佢哋嗰個工作同埋生活嘅平衡咧會更加好啲。咁所以我哋就開始着手咧，就睇下點樣去處理呢件事。咁當中我哋都做咗好多討論嘅。咁我哋1月1號咧已經開始真係實施咗啦。咁所以同事咧就已經開始享用緊呢個5天工作。咁唔知強積金方面又係點樣做嘅咧？我哋喺自願性供款僱主嗰部分咧，我哋增加多咗一啲嘅供款落去嘅。咁員工嘅大家都知個上限就3萬蚊啦，最多可以供1500蚊咁樣。咁但係假設我個員工佢唔係3萬蚊，係5萬蚊嘅。咁視乎佢嘅年資啦，咁我哋僱主嘅供款每個月咧會增加由500蚊至到3500蚊不等左右，擺落去佢個戶口度。咁你話僱員自己使唔使相對應供翻咁多啊？我哋俾個彈性佢，佢唔喜歡，中意淨係供1500咧，都係冇問題。哇！真係好好喎，喺退休保障方面咧行咗一大步喎。咁你哋喺強積金方面咧揀受託人又有啲乜嘢嘅心得咧？我哋公司咧就俾咗2個我哋叫又大口碑又好嘅強積金受託人俾我哋員工去揀啦。如果有啲同事需要轉會嘅話咧，我哋都俾一啲額外嘅優惠佢。咁我哋相信咧呢種安排唔單止可以令到員工咧直接受惠啦。亦都可以鼓勵大家定期咁樣檢視下自己嗰啲投資組合，希望到佢哋有一日拎呢筆錢嘅時候，亦都係更加開心啲同埋多啲咯。哇！咁聽落真係好吸引喎。係啊，平時宣傳上堂都幫到推廣強積金，不過咧有實際嘅優惠咧先至係最入心噶嘛。好似我哋幫同事做一啲額外嘅供款咧，其實真係唔覺咧幫公司留咗唔少嘅人才。唔怪之得你哋集團有成7間公司都拎到全能積金好僱主啦。有乜嘢金句想同大家分享下先？同事今日專注為理想打拼，公司就為員工豐盛嘅未來做足準備。